我經歷了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情，至今想起來仍然讓我心有餘悸。那是一個深夜，我和朋友打完麻將後，準備回家。我住在梨木樹附近的山上，所以需要乘坐小巴回去。那天晚上，小巴上人不多，我坐在靠近車門的單人座位上。上車後，我注意到後座有一個男人，穿着黑色西裝，頭髮很長，背對着我。他的手搭在車窗上，頭一直望向窗外，一動不動。我覺得很奇怪，因為他的姿勢看起來很僵硬，而且從頭到尾都沒有動過。小巴一路開往梨木樹，中途陸續有乘客下車。每次有人下車，我都會往後看，發現那個穿黑西裝的男人依然坐在那裏，姿勢一點都沒變。我開始感到不安，心裏隱隱覺得這個人有些不對勁。快到終點站時，車上只剩下我和那個男人，我決定等他先下車，但他一直沒動。最後，小巴到達終點站，我鼓起勇氣回頭一看，發現那個男人竟然消失了。我嚇得趕緊下車，手都抖得拿不穩前。